好高興又同大家見面。今日計劃帶大家行馬德里最有料嘅藝術家老城路線，我哋將會全程步走，從地鐵站直衝皇家藝術殿堂，然後再捐入老城嘅橫街窄巷揾好嘢食，絕對值得你收藏加點讚。今日第一個目的地就係馬德里皇家劇院，我哋從地鐵 Almendros 站出發，搭地鐵直達 Opera 歌劇院站。一出站就見到一條望唔到盡頭嘅人龍，原來今日係免費開放日，人人都一早過嚟排隊睇靚嘢，所以條人龍從對住地鐵站嘅歌劇院後門開始，圍住歌劇院一路排到對住東方廣場嘅正門，長到幾乎可以圍住皇家歌劇院繞成一個圈。好在呢度嘅遊客都非常守規矩，而且因為皇家歌劇院就喺馬德里最核心嘅區域，所以一邊排隊一邊可以遠距離欣賞周圍嘅風景。馬德里皇家歌劇院 Teatro Real de Madrid 劇院設計初期因為用途變更，調整過好多次方案，最終確定為而家六邊形嘅設計。佢始建於1818年西班牙伊莎貝爾二世 Reina Isabel II 統治時期。喺呢位女王嘅主導下，於1850年竣工，1851年正式開放。除此以外，女王仲推動咗馬德里好多文化遺產嘅建設，所以喺歌劇院東面嘅門口外面樹立咗佢嘅雕像。喺歌劇院正門對住東方廣場嘅西面，就係宏偉嘅馬德里皇宮 Palacio Real de Madrid。佢係歐洲第3大皇宮，同時係世界上保持得最完整而且最精美皇宮之一。前身為9世紀阿拉伯城堡，喺1734年原哈布斯堡皇宮焚毀之後重建。佢從1738年開始動工，歷時26年，直到1764年竣工。到咗1931年阿方素13世退位之後，轉咗做博物館，但係而家依然負責承擔國事典禮嘅功能。裏面嘅藝術品收藏仲非常豐富，而皇宮外面東方廣場中間見到嘅青銅雕像，係17世紀為咗展示菲利佩4世國王嘅威嚴而建造嘅國王菲利佩4世紀念碑 Monumento Equestre Felipe IV。呢條隊真係夠晒長，排咗好耐，企到腳仔都軟埋，終於入到嚟，可以踏入呢個眾多著名歌唱家都嚟表演過嘅歐洲頂級歌劇院。我而家嘅心情真係又緊張又興奮。呢度嘅氣場果然係唔一樣。一入門口就係一個3層樓高嘅橢圓形大廳，叫做 Foyer Principal 門廳。頭頂上面係皇家製燈廠特製嘅吊燈，周圍係深棕色嘅熱帶柏木圓柱配搭金色嘅圍欄，地面係光滑嘅灰色大理石同埋科爾梅納石灰石，真係非常華麗。順便講一下，對於唔識西班牙語嘅華人遊客，其實西班牙旅遊局有推出全長60分鐘嘅中文講解服務。如果一齊嚟玩嘅人數比較多，預算又充足，可以喺馬德里皇家歌劇院嘅客服度預約。參觀結束後仲可以享受貴賓服務，品嘗西班牙優質特色火腿同埋紅酒。繼續往前行，就係歌劇院主劇場 Sala Principal。主劇場嘅外觀其實同19世紀建成初期相差無幾，整體嘅裝潢陳設依然係仿照19世紀80年代嘅原始風格。主劇場形狀好似一個馬蹄一樣，係18、19世紀意大利歌劇院嘅典型設計。劇場裏面，觀眾同舞台嘅平均距離，兩邊牆壁嘅間距，天花板嘅高度，全部都經過精心嘅設計，加上天花板同埋牆壁嘅用料，所以音響效果非常出色。皇家歌劇院喺呢方面從19世紀已經出類拔萃，時至今日依然係欣賞歌劇最好嘅場館之一。
同其他現代劇場相比，呢個劇場嘅池座區域唔算特別闊落。佢運用坡道設計，保證15排400個座位每一個都有良好嘅視野。池座區域嘅後面係主觀眾席，包括正中間嘅皇家包廂同其他幾個包廂。裡面設有高腳扶手座椅俾觀眾使用。早喺19世紀嘅時候採用嘅係意式封閉式分區風格，包廂之間完全隔離。而家改成開放式分區嘅法式風格。2樓同3樓靠近舞台兩側同樣都係包廂，但其他位置就係排座。4樓以上嘅觀眾席被稱為天堂空間，同池座區域一樣都係15排，但可以提供將近600個座位。加埋之後，主劇場座位總數達到1746個。4樓兩邊仲設置左觀影屏幕，方便舞台兩側部分視線受限嘅觀眾，真係非常貼心。偷偷講你哋知，皇家歌劇院呢個舞台居然有1472個平方咁大，而且有18層可升降嘅平台。以前佈景組裝、燈光調試都需要好多人一齊合作先可以完成，而家已經全部都係自動化，撳一個掣就搞掂。其實呢間歌劇院以前仲做過音樂廳、軍火庫，歷經過火災同地基沉降，兜兜轉轉最後先做返歌劇院。除咗主劇場之外，觀眾仲可以喺演出前或者幕間休息嘅時候，去參觀另外幾個各具特色嘅大廳。佢哋都分別採用唔同色調嘅裝飾，裏面會陳列部分國家博物館或者普拉多博物館嘅珍貴藏品。呢幾個大廳分別係擁有華麗露台，可以欣賞到皇宮同埋東方廣場花園美麗景色嘅法雅大廳 Salon Fire White Terrace， 紅色為主色調。懸掛有詩、自然研究室、寓言三部曲呢幾幅普拉多博物館珍藏嘅貝爾加拉大廳 Salon Vergara， 綠色為主色調，擁有印紋絲氈、以古董燈飾同埋各種文化風格壁氈為主題嘅亞列塔大廳 Salon Arietta， 橙色為主色調，懸掛唔同歷史時期國王畫像嘅菲利普五世大廳 Salon Felipe V， 藍色為主色調，擺放古董鏡同青花瓷嘅卡洛斯三世大廳 Salon Carlos Trace。 框園劇院，我哋繼續行程，前往馬德里嘅心臟地帶太陽門廣場 Plaza de Puerta del Sol。 沿住呢條路一直行，周圍越嚟越熱鬧，可以見到好多超大廣告牌、大牌旗艦店同埋百貨公司，行人都多咗好多，商業氣息越嚟越濃烈。唔講可能你唔知，喺太陽門廣場舊郵電大樓前面有一塊唔多顯眼嘅舊瓷磚，叫做0公里標誌 Kilometro Zero， 係西班牙公路嘅起點，象徵西班牙國家公路網從呢度開始。所以利用呢個標誌，西班牙人就可以以呢度為起點，計算出通往全國各地嘅汽車、火車、飛機嘅里程。同時仲係馬德里市門牌號嘅起點，所以喺西班牙呢度，你完全可以講條條大路通向太陽門。而企喺呢個位置，會俾人一種好似可以忘記一切煩惱、重新出發嘅感覺。最初呢度曾經係馬德里舊城嘅東大門，因為佢面向太陽升起嘅東方，所以就叫做太陽門。而且一直用咗成1個世紀咁耐。後來由於城市發展同埋交通嘅需要，太陽門喺1570年被拆除，但馬德里人一直將呢個遺址叫做太陽門或者太陽。而且喺1853年從原來5000平方嘅面積擴建到1.2萬平方，周圍嘅房屋將廣場圍成半圓形，
但建築嘅空隙之間分別有10條街道，都係以廣場為中心向外輻射。太陽門廣場一直係馬德里市民政治活動中心同埋商業中心，聞名於世嘅謠言牆同閒談會都係講緊呢度。大約從16世紀起，廣場西邊聖費利佩教堂門口寬闊嘅台階就已經係出名嘅謠言牆。當時呢度經常聚集一班遊手好閒嘅馬德里人，相互傳播社會新聞同謠言。後嚟一啲社會名人、知識分子都經常過嚟湊熱鬧。甚至連西班牙文學大師塞麥提斯同戲劇奠基人洛佩德維加都會經常嚟呢度。之後因為教堂被大火燒毀，謠言牆轉移到廣場東面蘇塞索教堂呢邊，一直到19世紀馬德里嘅第一張報紙問世先至消失。馬德里人中意飲咖啡，淨係咖啡館就有成7000幾間。所以閒談會其實就係以前馬德里嘅名人喺咖啡館裏面聯絡感情或者評論時事嘅產物。由此可見太陽門廣場喺當時馬德里嘅地位。繼續行入老城區裏面嘅街巷，呢度粉色、橙色、黃色、白色嘅古老建築一棟接住一棟，旁邊主要係小餐館同各種售賣西班牙特色手信嘅鋪頭。我哋跟住悠揚嘅音樂繼續向前，就見到幾個街頭藝術家喺度表演。我哋不妨停低用心欣賞一下。跟住我哋就嚟到咗馬約爾廣場 Plaza Mayor， 又稱為主廣場，係由菲利普3世喺1619年主持修建，係一個四方形有標誌性紅牆白窗建築風格嘅廣場。廣場由4層建築圍合，正中央係菲利普3世騎馬雕像。以前呢度係鬥牛場同市集，甚至宗教裁判所施行嘅火刑都喺呢座廣場上執行。不過唔使驚，而家呢度已經變成一個全天開放嘅旅遊景點，有好多小型飯店同埋酒館。除咗經常會舉辦大型傳統文化體驗活動，平時都會有好多街頭藝人喺度表演，真係非常熱鬧。今日旅程嘅最後，我哋嚟到聖米格爾市場 Mercado de San Miguel， 佢可以稱得上係馬德里嘅美食天堂。呢個1916年建成嘅百年老市場，佢用玻璃同鐵藝整成嘅穹頂非常有特色，離遠望過去就好似一個會發光嘅大帳篷咁樣，而入到嚟先發現裡面簡直係食家嘅天堂。你睇呢度，幾十檔美食攤一字排開，火腿、各種海鮮、吉士果，它不樣樣齊全。最出名嘅一定係火腿攤，師傅手握長刀現切伊比利亞黑豬火腿，每一件都薄到可以透光，然後捲成甜筒咁樣遞俾你，一啖咬落去油香4日，鹹香中帶住堅果味，根本停唔到口。旁邊嘅海鮮攤認真誇張，有手掌咁大隻嘅帝王蝦，仲有肥美嘅吞拿魚，師傅話係每日新鮮直送，真係全部都想試下。大家嚟到西班牙，如果冇食過 tapas， 就等於冇嚟過。呢種國民小食，簡直係西班牙飲食文化嘅靈魂。tapas 原本係蓋嘅意思，主要係因為以前嘅西班牙人會用麵包或者火腿嚟遮住酒杯口防蚊蟲，
後來慢慢就演變成而家咁精緻嘅小食，而且 tapas 嘅種類非常繁多。北部叫 pinchos， 全部用竹籤串起嚟，南部就中意用碟嚟裝。呢碟串燒睇落平平無奇，實際係聖米格爾市場嘅隱藏爆款 pinchos。你睇佢用牙籤穿住大青椒，裏面係伊比利亞火腿片，仲加咗層奶酪醬。一啖咬落去，青椒嘅爽脆，火腿嘅鹹香，加埋醬嘅綿密，三種味混埋一齊，好味道冇辦法形容。再配翻杯本地釀製嘅啤酒，簡直就係完美。呢度真係越夜越精彩，本地人會同朋友坐喺吧台飲酒食 tapas， 遊客就邊逛邊食邊打卡。大家本來語言不通，但係呢度就有咗美食呢個共同語言。呢個百年市場真係將西班牙美食文化發揮到極致，復古建築入面隱藏住地道嘅風味。如果你嚟馬德里，一定要留多啲時間喺呢度，慢慢逛慢慢食，先至算真正體驗過西班牙嘅煙火氣。今日從地鐵站出發，逛咗有故事嘅皇家劇院，踩咗太陽門廣場嘅0公里起點，食咗聖米格爾市場嘅地道美食。一日之內感受咗馬德里嘅藝術、歷史同煙火氣，真係好滿足。我哋今日嘅行程就到呢度，你哋喺馬德里仲有咩想知嘅旅遊貼士？歡迎喺度留言。大家記得關注我，拜拜。